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8月7号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郭伯君。新闻头起先来关心风台的灾情。虽然卡洛风台的海上陆上风台警报已经解除，不过外围环流水气也是真高。伫咧南投爱真海乡，到昨下晡4点半为止，累积雨量有达到600毫米。灾情是真严重，包括罗山的温泉区一直落雨，溪水涨起来，水泵山冲入饭店，甚至有货车掉伫咧烂土内底，险险啊，互棒石啊砍咧。规工落大雨，一直传出灾情，伫咧仁爱乡今仔日是搁再停班停课一天。大水夹土沙是一直冲落来，南投仁爱第14线往罗山的方向，土石甲规个车路拢砍掉，造成双向拢无法度行。入来到温泉区大雨，阁一直落，居民为着安全，只好乘铁犁。来到罗山温泉区，当地塔罗湾溪是规个暴涨，场面真惊人，甚至有温泉饭店的地基规个拢冲到无去，有一间饭店规个互土石和大水灌入来大厅，顿时惨重。溪流暴涨也没有问题了，因为以前都有疏浚啊，1楼就土石流啊，等到雨停再来清理啊，不然怎么办？伫仁爱乡立兴产业道路到8到348公里处，因为大雨发生土石流，迄当阵这台拖拉机经过的时阵，规台站入去路根本无法度叮当，好在司机已经家己脱困，但土石已经直要甲这台车抬起来啊。另外，伫仁爱乡的多德部落，因为部落的一块山坡地是发生土石流，造成2户徛架3台车受损，嘛甲排水设施拢拆掉，互庄仔内的车路变作一条河。另外，清境农场附近嘛，因为落大雨，要去合欢山的第17架山嘛，互大水因甲看过路面，黄风休困一天，退房率有60成。昨天晚上连续的大雨，已经造成了多处的积水，也接到了好数次的土石流、黄色底线。目前我们积极安排游客安全的离开。因为大雨落规工是无得停，互附近的农民损失真惨重。都已经要采收的花田，毋是互土石引起，就是浸伫水内。根据气象局的资料，南投仁爱乡到下晡4点半，规雨量是已经超过670毫米，落遮济雨嘛，已经造成真侪灾情。记者综合报道。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伫咧嘉义的山区也落大雨。阿里山溪、詹文溪的溪水拢涨起来，而且有真侪所在的道路拢未通，是真侪土石拢放起，甚至有一台承载40人的游览车掉伫咧内面。相关单位也提醒民众，即马暂时尽量莫到山区。故障的卡头机卡伫阿里山溪河道边啊，本来按算雨卡完好再来修理，无想到过一暝，初时早起雨也是真大，水阁真窜流。嘉义山区一暝大雨，毋但阿里山溪3米大桥卡的詹文溪同款溪水涨悬，水势惊人。真侪土石砍去，互人分袂清楚路伫倒。169县道达邦公路因为土石崩塌中断，大粒石头落来树尾翻伫路的，公所记报了后，再去赶紧出动大型工具机进行抢通。因为淤泥非常的多，然后有一个计时挡在中间哦，我们在看，不知道这个怪手能不能移得开。如果移得开，就是单线通车。169县道也搁咧抢修，另外一边129线新美川附近的路段，车路煞变做河，严重积水，互一台载40个游客游览车捌掉伫第三村。大雨致使阿里山真侪所在土石崩塌，那道路中段嘛甲水下寮车站附近的双连铁路挡掉的。水社寮车站附近上边坡崩塌，土石滑落，本处已经立即调派机具人力前往清理。怪手甲树尾土石刷走，阿里山双林铁路完全受影响。车时规工停开，车五采用预警性停开，维护行车安全。阿里山乡雨量惊人，到下晡3点半，本日累积雨量达到364毫米，德家乡雨量原来有350毫米。先把它清通之后，让公车行车比较安全。哦。封锁那边，明天就会机器进驻了。船长甲警方沿路程度亲像陷阱共款，翻伫路的底啊，大雨一阵搁一阵，通往本期湖的道路，因为顶若倒塌，捌单线通车，敢若剩一寡游客也留伫山顶。规路拢遭石头，互德行川大坑产业道路真歹通行，土石流直接中断北基川后山路段，横跨真侪乡镇的阿里山公路，搁较是沿路拢会当看到小水墙，部分路段甚至视线无好。相关单位提醒民众，非必要先莫上山。记者综合报道。所以来带大家来看今仔日的报纸。
头起先是中国时报受卡洛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加西南风的影响，到有短时间内的大水雨。在南投山区已经出现超大水雨。气象局今仔日透早针对全台9个县市发布大雨加大水雨特报。风台雨量加上满潮，伫咧昆林县口湖的比亚寮渔港也因为海水涨过破岸，渔港竟然河水淹去。所来自联合报，台湾银行证券保险业未来会使将更加侪资料放伫网络顶的储存空间。金管会今年3月公布金融业委外办法绑令，原本按算伫9月施行，即阵提早到8月就要施行，而且放就网络储存空间的规定大幅度绑令以外，申请文件也为过去的10几项减到6项，上紧后礼拜就会使施行。落尾是自由时报。日本自民党总裁前首相麻生太郎按算伫初次访问台湾3天，除了会出席印太安全对话相关论坛，也会参总统蔡英文会谈，还有计划甲副总统赖清德单独会谈。日本媒体报道，麻生太郎是为1972年台湾甲日本断交了后，自民党当中访问台湾上关战绩的人。接落来关心台电有一只外包的工程车，车衫风台天的时阵，可能因为偷做工停，规台车是连落山坎，造成4个人死亡，2个人重伤的事故。通知劳动局调查，其中有4个人是来自泰国的移工。台电表示，包厢迄当时无通知讲要施工，接落来也会配合调查。风台天无通报施工，台电外包的厂商姓廖的负责人，唔知什么原因是使工程车在钢板上山，伫台七线山区附近对边坡并落去，车顶6个4个死亡，2个重伤。桃园检警下晡去验尸，劳动局发现内面有4个非法外籍移工，2个无雇主，另外2个提断工签证。2个是逃逸的行踪不明的移工，另外2个是由观光签证的移工。那他们部分来讲的话，目前这个2个观光签证的移工，目前是正在医院救治当中。对这件意外，台电讲，这个营造厂商确实是台电巴陵配电跟线改建输电铁塔工程的施工厂商，但是车衫因为风台要求因停工，施工的厂商嘛回报讲无出工，台电和厂商的工程合约内面嘛无准因用移工，嘛当在调查施工的厂商，敢是因为其他的案子出版。他不见得只做台电的工程嘛，所以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需要用外籍工，有去申请，是合法还是非法？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可能台电没有办法去了解。通知政府是进行初步的路检，外包商讲，迄天是要去工区做准备工课，会继续访谈2个受伤的外籍移工，嘛会追究厂商车非法移工的责任。另外，劳团认为讲，政府应该检讨引进移工的相关政策。之前外籍劳工来台湾，他都要付12到15万的中介费，如果他工作上遇到问题，他不能转换雇主的时候，他为了要还债，他就会选择逃跑。劳团讲，政府应该正视台湾欠人力的严重性。若降低移工的中人费，有法规规定劳动条件，移工有保障，这种违法的代志才袂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8月初5，桃园传出疑似集体食米中毒的事件，有民众食中立的中正市场一个大头马的越南胖了后，出现走白、吐屎、发烧这个症头。8月初3到初4，计共有60个人通报食米中毒。卫生局调查了后，发现大头有14项缺失，命令今仔日开始是暂停营业。现场稽查越南法国面包作业场所环境卫生，查有冷冻冰箱温度不足，有病媒踪迹。作业人员佩戴饰品、食材未落实离地及覆盖等14项缺失。卫生局已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1条第1项规定，命业者自8月4日起暂停作业。环境卫生缺失，命限期改善。228事件当中的受难者疑似施工男，伫鹿港的海埔出事。伊是伫日本时代第2个摕到医学博士的台湾人。
不过，伫1947年3月11日，施工人互军队带走了后，到今也是失踪的状况。有在地团体就举办活动，带民众行伫施工人遗失的故乡，了解迄段伫翕当时无人敢讲的历史。一群人行伫中华鹿港海埔世界墓园，听粗鲁人讲228受难者施工男遗失的故事。施工男厝内有4个兄弟，有3位拢是遗失，分别伫台北、鹿港、嘉义开医生馆，而且拢号名四方病院。因两个做伙去读台北医学院，转来鹿港开，所以鹿港是上早的。鹿港开了，就是因小弟就去读博士，因小弟博士读转来就去台北。1947年228事件发生，施工男互人推选做处理委员会的委员，所伫同一年的3月11日，无缘故互军人带走了后，到今下落不明。世界后代2007年伫家族墓园设立纪念碑，嘛是台湾头一个私人徛的228纪念碑。在地文史团体特别举办走读活动，望搁较侪人了解这段历史。其实咱大家拢会知影228嘛，毋过228伫台北，咱就刚知影即件代志尔，佮毋知228只是甲鹿港嘛是有关系。因为对228这个主题真有兴趣啊，住伫鹿港3栋拢毋知影鹿港有228事件，嘛有伫鹿港发生，所以今仔日有这个活动会当参加，感觉真欢喜安尼。施工男医师当年积极投入公共卫生的推广，嘛真注心伫战了后台湾兵的人道救援。到尾接受到228事件的牵连，伊伫到今也是官方无法度正式生死的失踪人口。2002年，世界后代替施工男设遗管桶，甲伊的兄弟大做伙。走读团体最后嘛伫墓前献花，向这位228受难者致意。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伫咧新竹有一个今年已经63岁、已经做阿公的人，真正是活到老、学到老。毋但今年顺利为大学毕业，阁考到硕士班。伊讲一开始虽然较吃力，毋过也是拍拼实现家己当初时要读大学的梦想。在厨房专心学煮食，今年63岁已经做阿公的戴义雄，4年前决定转到大学上课。一开始对伊来讲，确实学习上有淡薄仔吃力。每天下课拢爱用比别人更加侪时间读册。要背这个，这个题目，我可能3天可能都没办法睡好，因为有时候背又忘记，又起来再看一看，再背一背，所以可能在背的方面，还有在电脑这一块里面，可能比较跟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差很多了。靠家己的决心参努力，戴义雄毋但在今年顺利毕业。佮准备继续读硕士班，伊的精神互大家拢真感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说，他其实可以把他过去的一些经验跟同学分享，那甚至同学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就是说，去跟他做一些咨询，可以给我们现在的在校的同学、年轻人一个榜样。就是呢，其实学习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一个永不放弃的毅力跟精神。人生当中里面，书一定要读，一定要读。你读到多高，我觉得那看你自己。但是我总是觉得，在我人生当中，大学就是少了那一块，所以我也是圆自己的一个梦。戴义雄讲，虽然家己是全班上侪岁的学生，既然决定重新来读册，大家学生应该做的本分做好，未来会继续专心学习，珍惜上课快乐的时光。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落尾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伫咧北部地区是27度到35度。中部地区26度到32度，南部地区25度到30度，注意瓦力会有大雨。东部地区27度到35度，外岛地区27度到34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咱明仔载再会。